一般咱总是认为讲食豆制品、啉豆奶，痛风会更加严重。也毋过营养师讲，除非是急性的痛风压起来，也若无平常时食一寡豆制品、啉一寡豆奶，无败害。用豆奶沫做成豆奶，真侪人早时拢会啉一杯啊。不过尿酸高有痛风困扰的朋友，却唔敢啉，因为啉了后伊痛风会愈严重。豆类嘛，尿酸比较高吧。豆啊甲米露啊，伊若食了会较痛。豆类较歹食，古早人传的拢讲安尼。大部分的人拢认为痛风免去食豆仔制品，不过事实敢真正是安尼。如果说是在痛风没有急性发作的一个过程里面，适当的去摄取是没有关系的。医界分析造成痛风的因素，60%的人发作进前有啉米露，18%食海产，14%摄取放内物件，含糖的饮料、加火锅汤，医师拢无建议豆奶颠倒健康。黄豆类的蛋白反而比动物性蛋白质更不容易造成我们所谓的尿酸。痛风的患者除了注意什么物件会使食，什么袂使食，而且都爱高水啉较多咧，帮助尿酸的排泄，才会当避免痛风。